收睇世界觀。加拿大航空上個月一宗空難，導致公司行政總裁要提早退休，但原因並唔係佢管理不善，而係佢嘅語言能力。事件引發外界爭議。隸屬加拿大航空公司旗下嘅加拿大快運航空一架龐巴迪 CRJ900 小型客機降落嘅時候，喺跑道上同一架消防車相撞，機師同埋副機師死亡。機上72個乘客當中，超過40人送院。呢個係加航30幾年以嚟最嚴重嘅空難，而呢一場奪命意外亦都間接導致加航嘅主席兼行政總裁盧梭冇咗份工。但公司唔滿意嘅唔係佢應對意外嘅能力，真正出事嘅原因係意外之後佢發表以下嘅悼念聲明。我真係就揾人信死。呢一段聲明發表後冇耐，加航就宣布盧梭將會喺今年嘅9月提早退休。而盧梭被退休嘅原因唔係佢講錯嘢，而係佢只用咗英語而冇用到法文。雖然盧梭喺開頭同埋結尾都有用法文講你好同埋多謝，片段亦都配上法文字幕，但呢一段長大約3分半鐘嘅講話仍然引發公關災難。加拿大官方語言專員辦事處表示，收到超過2000宗投訴，亦都有魁北克省嘅政客話盧梭嘅行為係對死者不敬。有議員更加要求佢親自到國會解釋事件。就連加拿大總理卡尼亦都對盧梭只係以英文發悼念詞表示極度失望，話對亡者缺乏同情。大家都可能問，只係唔識得法文，真係咁大件事，仲會變成政治事件咩？原來呢個同加拿大法例以及加航嘅歷史有關。加航作為加拿大最大航空公司，總部位於魁北克。成立之初係由加拿大聯邦政府所擁有，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加航需要遵守加拿大官方語言法。呢一條1969年通過嘅法例確立英文同埋法文喺國家有平等地位。雖然加航喺1988年私有化，但當年政府仍然透過另一條法例確保加航維持雙語嘅義務。事件變為國際焦點，有多倫多評論員撰文，認為係有政客借呢件事討好國內講法文嘅選民，批評唔應該將喺意外中死去嘅2位機師變成佢哋嘅政治工具。但亦都有評論認為盧梭本身都有責任。18歲嘅盧梭喺加拿大安大略省出世，大約10年前加入加航，出任副行政總裁同埋財務總監等嘅職位。2021年升任為行政總裁。佢成功將加航機隊現代化，以及帶領公司應對疫情嘅衝擊。有人質疑盧梭點解咁長時間都未能夠學好法文，批評佢根本冇誠意。盧梭表示曾經上咗300個鐘嘅法文堂惡補，但因為公務繁忙，法文最終都未能夠達標。亦都有評論話，加航任命盧梭出任行政總裁之前，已經知道佢嘅法文能力不足。董事局如果一早將佢換走，就可以避免呢次事件。加航喺呢個問題上亦都有責任。我哋聽日繼續世界觀，觀世界。